我大概设计啊，我家己要后以后我家己啊，我家己想看咩咩。你明仔载拜中医，安尼个有要煮。哎，你去二嫂讲，二嫂拢二嫂要煮的啦，啊叫安妮煮饭，你敢唔看是啥？啊哥，你那菜唔好食，我煮饭。哎，你要煮一下，你的鸡蛋你要做你做。那没有。而且爸爸在楼上。